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今日节目一开始，我们爱去中华太上嘅台西村，记者嘅唔系客家庄，我们系谈论客家世代客创陶冶中口许多嘅，想向下关心一只许多无人苦土，三本人听表系第四种头。第一只部分我先带大家认识台西村，第二只部分过来了解中口，用来推动地用客创同村民交流。高雄细胞造成严重的死伤，各界开始提检讨发展石化产业被推介。睇园林物料在创嘅台塑六期，喺东南亚清泰嘅石化专区，对1998年营运到今，大家會注意到嘅係對園林鄉親嘅健康危害。其實講到一條出水海，喺六期北片嘅太上鄉台西村，係中華人清減六期嘅總頭。河壩對岸路係398期嘅演出哦，見到一個熱天冷風吹下去，村民都會受到嚴重嘅危害。台西村嘅居民有462人，本岸嘅都有28人，係中華人本岸列清高嘅所在。村民喊講，六期來嘅，伊哋嘅西瓜都搶開花，唔會結的。出海口老多嘅萬年苗也引來營銷嘅，靠以落實嘅產業未被破壞係的喲。六期開台西村民受到安泰嘅影響，三個廠本全世界聽表係強用。Q 啦，7月16日，中華太上鄉台西村，每間每戶都會遇到重度嘅太師前無限，睇準備好愛創業嘅東西，就帶到本水河嘅博記者嘅，等時辰一到，愛來拜海王，睇嘅等嘅時節，按到熟鋪幫妹，閒閒嘅就忙打水鼓，按用人前面嘅傳統信仰儀式。睇有本水河被騙出海口為四種條度，已經今年判過今年判了60年卡打嘅。當年這時陣都來拜，當年16都來拜。另外，按你介迄陣啊8歲加即陣啊，迄款都我已經75歲啊。安尼攏當年都是從迄年來前，先拜開王呢，安尼甲即陣啊。這開花吼，迄陣攏也無空，這個水泥啦吼，好就放啊，都放過甲這個來啊啦，就冇放過啊，迄陣啦，迄陣就咱遮有一個，迄陣講好了後就村長，或者柯英祥，迄陣就村柯英祥，再叫動員。即係人工去支持我來添啊，添喺這個溪坎嘅，迄幫嘅所在啊，佮添落水才全咧，就我較出名安尼，再開始落拜就民國3啦啦。本旦村民如搶開當風方表嘅囤東西，開到溫水好順，用輪來拜海王。也按當年因為按當年使到愛種去，單村到老人家，一旦你體力講乃唔好唄，一下如係用細貨車專輪製品出家去保順。就算按呢，村民對老天公對後生還係該尊敬。一旦望人唔冒潑太水，開溫水後平好平康，屯家園天球大快活，同時沒有搭車也條目清好自用嘅貴重嘅原因。中村民即地址上有新率，伊即饭搭吼，菜碗、财宝，为了敬重即个敬特别即个，敬重即个贵王安尼吼，望你贵王安尼啦，比如即个开水安尼吼，会当安尼甲阮一直卖挖阮即个半坎边安尼吼，来威胁阮即个台西村民、正村民第四个性命财产的问题安尼吼。贵王拜平安啦，这报花吼。唔通为咱食来的，为中啊外海去啊，安尼，无为咱这半下卡来危险啦，咱才会要拜开王啦。
就整个浊水溪的沿岸，我们这个祭典几乎每一年都办，我们从来没有中断过。这一个虔诚对浊水溪的这一个的信奉，这么多年来，这个村子里面是没有变的，这个信念是很坚强。伊喺市政堂台市村民改行入营，特别改到台市村改都市改保卫影像，记录等以对家乡有改层的观察。从硬体上，这个村子是没有太大的变化。从我小学的房子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。那人的部分呢，倒是改变了不少。那老的大概就老得很快，越来越凋零了，人就越来越少。小朋友呢，过去我们有同侪，我的同学，事实上在我这个年纪里面，也在这个村子里面也都看不到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在离家了。点错嘅乡一层一层嘅爷爷，屯村民心肝跳度，上爱讲嘅意思，大半老天公。唔过嘛嘅医生先未必唔样，温水河后背，6398期沿行建出嚟沿。多谢你这多年来拢保佑大溪村民拢会安全，但是大溪村民面对嘅就是这个六轻头前这六轻。空气污染，希望你希望透过恁的关系，互六轻莫阁扩产啊，互六轻空气继续莫甲阮污染。喺温水河北片出海口嘅彰化太上乡台市村，係個風頭水面嘅草地四種頭，同台灣一般各配國嘅鄉鎮共用，人世就改多，韓國老人家見來見多，我記得係面臨韓國嚴重嘅環境污染嘅挑戰。你看六輕，清清過攏六輕嘅烏煙遮大啊，遮人過都要害。若無緊來處理。較無煙的吼，阮大溪村遮人會佫流感症會佫死足數，死嘅死啊那出外的出外啊，無經改善，這個村都要無人。包括我嘛是呢，我嘛毋驚你看啊，我嘛是肝去開的啊，我嘛肝癌啊，我嘛肝癌2期的，這要安怎講？軍隊攏怪，應該嘛袂使講軍隊全部攏因排出來迄個啦，算伊嘛有，嘛有影，阮種個肝癌的啦，即陣癌的帶癌的幾率足懸的啦。台市村屯6輕就搶江內一條溫水河，長6公里遠，見到熱天吹南風，他家嘅熱力就難捱。照統計，有入太上鄉台市村呼吸嘅有1089人，平常喺睇亞隻嘅嘢有462人。對6輕開睇亞隻嘅都見，觸到癌症嘅已經有28人，係全中發現青島人觸到癌症嘅總頭。這10多年來，伫阮的莊仔頭，阮有發現到講，往生的真濟攏是癌症來往生的，所以伫這種情形下，阮真懷疑講是毋是甲阮所住這生活環境，已經有受到外來因素，已經有受到污染破壞。第四講，佇這10多年來，佇這個莊頭往生的，這人得到癌症的比例比以早加增高，這是無可否認的。從2003年、04年開始，第一個案子就有癌症走了。第二個案子大概在2006年就發生了肺腺癌、肺癌、呼吸道的部分，然後乳癌，還有肝癌。那以肺癌的呼吸道的癌症為第一高。從時間觀點上來看，我們不排除有間接或直接的關係。但是這是過去的確在這個村莊比較少發現的。換句話的角度來看，在偏鄉的空氣是相當好的。那為什麼呼吸道病變、呼吸道的症狀往生的是反而更多？
10多年前，按草地，按落唔到来时的西装头，村民单单就喺工中，一旦美食认真看到六群外来亚家嘅改良，无论西装头会因为安尼发展起来。六轻在建设初期还没投产哦。我们民国80几年、84年、85年，村子里面也都会去六轻招待所去吃台塑牛排啊，一克370块，大家也吃得蛮高兴的。吃了这个牛排，我们心里面也很踏实。说六轻来了，我相信我们台西村可能会更好。我们的明天可能真的我们可以不用再做农作物了。那但是事与愿违啊。六轻来了，当然后续就很多的事情也改变了。那虽然我们有吃到了牛排，可是我们损失的更多。过去来嘅番薯种满一本季，就多多推一度。今年番薯价是一等好，就算係一條硬辣，睇嘅改番薯改到很流氓咯。農民看到碌碌作為半年改到嘅番薯，限係痛到耐唔得。也台西村農作物主要係種番薯，見到番薯有好出產嘅，就可能到一種耐路睇改番薯嘅方面。孔文博係台西村度嘅後生農民，15年前回到故鄉工種，美食中國種嘅度一等出名嘅特產西瓜。西瓜越来越难种，然后慢慢改变，什么东西比较好种，咱做菜人就会去适应啊。什么物件收成较好，咱就会去适应。你若这项一定拢收成拢就歹，你无可能一直种啊。我小时候都是西瓜，问题是。差不多从10年前左右越来越难种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是后来就是慢慢有人开始引进这种品种的番薯，再开始种番薯。西瓜是屯台西村民的荷包味，传到饱。不过下后种的西瓜，像开发唔大致，村民陪屯六轻带来的空气污染有关系。在台西村过去的经济农作物是西瓜，还有水稻。那西瓜呢，就小长就是它只开花不结果，所以在台西村的农作物的西瓜呢就没办法再种了。那这一块我们也不排除有直接的关系啦，或是间接的关系。毕竟真的是六轻来了之后，我们的西瓜就不再结果。以前我们这个大城的西瓜是全国有名的，一个西瓜大概30几斤，20几公斤都有。为什么这几年经济会萧条？第一个就是说西瓜不能再种了，西瓜就是很明显，的确是空气污染，因为西瓜这个花最怕空中的悬浮微粒子，这个悬浮微粒子是从哪里来？六轻，这个因为六轻2、3年爆炸以后，我们才知道说这个有空中的悬浮微粒子，请那个改良厂他说这个西瓜不能再种，种了就小长，不能再长西瓜。经济作物西瓜种唔得咧，村民为到爱工业咧，可不将上其他嘅办法。有人改种配方作物，有人对农业转型做养殖业。台西村长其养出就系其中一项。阮这款田原本，阮嘛是咧从事农业的工作，是慢慢丢做实种生瓜，一年一年歹种。一年歹种了后，阮才思考讲，为农业都转型养殖业，这个过程是安尼。我这原本较早嘛做是种菜种生瓜，
形容出可以以後唔同學阿伯，另外以後學限呢，阿伯嘅飼料會提供學限呢愛魚嘅食液，係一定好嘅養分。學限呢同時學阿伯做得上學限呢嘅飼料，買阿伯又有收入，還個又好穿。阮這養殖嘅，阮飼鴨一定愛有肥水，啊，阮飼鴨，吼，鴨會放屎嘛，伊有排泄物，啊，阮就是咧利用這伊嘅排泄物廢物利用，阮咧做鴨嘅養分，它會產生一種藻類，啊，藻類是鴨上蓋好嘅養分。我就算轉型落實，還係受到六天對種嘅度嘅環境影響。尤其係熱天，西南風嘅時節，落雨過後最顯明。南風的時候下以後最明顯，其他的季節是比較沒有看那麼清楚啊。但是只要是南風下那個小雨，你就看得很明顯，用隨便看一看就知道了，影響很大。怎樣明顯？就是我們的作物，今天看很漂亮，下雨之後，明天看奇怪怎麼會糟下去？變得很差。每逢若是落雨了後，伫這曲面吼，伫這曲面伊會倒着方向，風吹的方向伫邊邊角角，伫這個坡面攏有一點烏油，那類似那烏油，迄種物件。啊，所以阮是咧懷疑講是毋是講吼，甲這個空氣中鮮有粒子有所牽連。啊，若無見若落雨啊，曲面啊，伊就是有一點烏油，那親像烏油迄種物件。啊，若好天時，就無即款問題。比較明顯，有當時啊，水都會卡一個那烏油的，較明顯的，迄是安尼迄個。氣春菜係觀岩天熱氣，舒適過後，乃唔好貼草籽嘅天色，嗰數雌嫩改育5.5。唔過忙時做過，又韓國因為環境影響，咩無從安全的按好用。我算是有興趣啦，看人應該聽人攏講，哦，飼魚啊應該感覺啊真好康啊呢，袂歹飼啊呢，啊飼落才知講哈，第隻飼落條件真歹，魚啊最後死應該嘛有伊個原因啦，啊你感覺是他六氫污染的這嘛應該嘛。六氫影響的問題嘛足大個啦，因為我太近六氫的。愛講熱咧，愛食個聰明地位就無按規。我印象一盤行熱台，強用睇安尼舒服飲嘅環境下講熱咧。啊嘛是驚講因為身體健康的問題啊。那從我嘛少歲，我就治着癌，我嘛家己嘛是講，即陣也是想講啊，看囡仔大漢的，緊曉的。啊！後日啊，像講大漢，我嘛無愛叫哪厝的啊。看去外口迄個，找較對身體較袂遐有害的啦。阮大細離因六輕，只不過是干那一條落水口的距離，對角袂超過5公里。有緣也是佇因危險區域涵蓋範圍以內，吼。啊，阮對着阮的健康，阮會擔心。本但係少年的南風，六天落夜，沙灘帶來污染，乃潮膨出，開始村民小片的為速度癌症。而哋各位個言行，可以來落實的農業用青業未做唔到起來。安尼上開沙見證台市村體重發現，就算屯體園林麥料的6天，搶數長6公里安遠，沙有嫩完全無共用的大熱，台市村民如從本日調變起來用的。無人問，無人答。